刑事局的中部打击犯罪中心了到一件虚拟货币交易的暴力案，有4个查甫人因为交易虚拟货币纠纷，防控制行动，佮防挟性压伤。警方顶个月初了到15个嫌犯，其中一个细皮的嫌犯佮有因为另外一个案件互通缉，人嘛已经互抓去关了。有被害人因交易虚拟货币纠纷，遭数十名犯嫌强压控制行动、殴打、凌虐，并逼迫强制性交及拍摄性影像，同时又遭强盗价值约50万元之虚拟货币及现金，在澎湖县与台中地区查获发布9案通缉之彭姓主嫌及链姓某帮派小组长等成员，共15人。这起对完破坏铁门要入去搜查，刑事局伫去年12月份接到报案，讲有4个民众开600万，用一个细皮主嫌买20万粒的泰达币，也毋过这嫌犯说讲伊无收到钱，佮找几啊载嫌犯来控制这4个民众的行动，对因动骹动手佮迄性鸦片，钱嘛互抢走。警方伫顶个月初6展开行动，抓到这个通缉中的细皮主嫌，甲共犯计共15个人，该移送法办。这个细皮嫌犯嘛已经互抓去关了，另外阁有7个人嘛互羁押禁见。